爱丁堡市议会议长一家人24号来台湾第一站，就来台南拜会。会中市长黄伟哲甲议长凯米蒂除了交换意向书，继续深化两市的合作关系。政府嘛将寄送100套有描写台湾英国早期交流历史的绘本，予爱丁堡囡仔认识台湾台南，特别伫迎接台南400档，期待双方有更较侪互动。我今天呢要讲话，心里面有2种感觉。在台湾，台南是最古老的城市，真的比起包括爱丁堡在内的许多古老的城市来讲，台南是算是相对的年轻的。我想台南跟爱丁堡一样，都有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文化色彩，这一点是我们希望有机会跟爱丁堡多做交流的。在台湾的一个美食之都著名，也是宗教之都。那再次欢迎各位能够来到台湾，更欢迎大家能够在台南多所停留。我相信各位可能还会再造访台湾其他的城市，但是我相信大家会对台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们热烈的欢迎。会长黄伟哲强调，对台湾医疗有重大贡献的马国医生、巴克利牧师等人，拢是来自苏格兰，嘛互双方更加珍惜难得的缘分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